师姐，通天峰的掌门真人也在。7号师兄又是首徒，他那儿一定有好多灵药，或许他已经好了呢。别人送的药怎么能跟我送的一样呢？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啊，当然要亲手送才好啊。干嘛？我的伤已经好了，师姐就不要再下山涉险了。这个药，你给7号师兄吃吧。真的啊？小凡，你真是太好了。平日里真是没有白疼你哦，真乖。谢谢啊。师姐走了啊，谢谢。哦，对了，你一定要专心练好第3层功法，一定要好好练，争取早日跟那个臭屁林惊羽打成平手。当然了，你再怎么练也没有我齐师兄厉害。我去见齐师兄了，你好好练哦，加油加油加油！走了。你再怎么练也没有我齐师兄厉害。堂堂大竹峰首座，竟然去和一个小辈拔剑。哎呀，你不懂，我那是想试试林惊羽的功夫。是功夫就是功夫，一掌把小凡打得吐血干什么？我不是让你给老七送药去了吗？哎呦，我这个徒弟呀，太不省心了。哎，灵儿呢？灵儿又上哪儿去了？这一天到晚的见不着个人影，早出晚归的。去通天峰了吧？他去通天峰干什么去？你说他去干什么？岂有此理！让人把他叫回来。那还有老七呢？老七不是跟他老是形影不离的吗？这些孩子呀，哎，老七，师傅师娘，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我没有。站住！你怎么一看见我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过来！哦。老七啊，为师问你个事儿，你师姐这段时间提起过谁没有？没有。你看你这副样子，老七呀，你能不能像为师一样啊，这样玉树临风的啊，把腰杆挺直了说话？哎，对了，挺直了。小凡，灵儿有没有告诉过你她去哪儿了？我不知道。老七啊，你以为你不说，为师我就猜不着了吗？不是我说你啊，老七，你说你能干什么？练功不行，干什么不行？以后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呀？啊？师傅，我想过了，我学不好法术，咱们青云门还有武道，我这辈子学不好法术，我就刻苦练剑。哼，练剑？那你练剑能是练法术人的对手吗？老七啊，我看你什么都别练了。你就到厨房把你那个切菜的刀法练好就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气死我了！去，怎么回事？师傅，别，是小辉。老七，你记住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否则你俩一起离开大竹峰。哦。
其实我都知道，静玉从小就比我聪明。我娘说过吗？这个世上有最聪明的，就有笨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够承认自己不聪明，那也是一种聪明，是吧？我也知道我自己很笨。你看我，修行修不好，连讨师姐的欢心都讨不好。张小凡，你给我解释清楚啊！你在我爹面前说什么了啊？行啊你，看你平时老实坑坑的，没想到这么喜欢搬弄是非啊！师姐，我什么都没说，是师傅他自己猜的。那你不能帮我圆个场，就说我们在一起练功啊？啊！我刚一回来，我爹娘就把我骂得要死，说我天天去通天峰，我哪有天天去啊？现在他们要进我的族，哪儿都不让我去了。你开心了？你满意了？师姐，你能不能不跟齐师兄见面？我不喜欢你跟齐师兄在一起，我不会撒谎。你要气死我啊！齐师兄怎么惹你了？我跟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说的对，不关我的事，是我管的太多了。好了好了，我信你什么都没说了。别揉了，面都被你揉烂了。哎呀，这大晚上的，饭都放过了，你做饭给谁吃啊？你。我刚好有点肚子饿，就来厨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那我等你哦，我出去啦。你再怎么练，也没有我齐师兄厉害。嘿嘿。我知道师姐没有恶意，只是说出来大家公认的事实而已。可是我真的很难过，心里像火烧了一样难过。我真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真是笨死了。难道我学会了第3层功法？
师傅说过，法宝是认主的，能得法宝者，必是与之有缘。既然我能够驱使它，那是不是说明它就是我的法宝呢？啊，怎么样？我说你外出历练就练这个法宝啊？不错吧？特别吧？天下独一份儿。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师傅，师娘，娘，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骰子就骰子吧，毕竟这法宝也是你自己用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用这种东西骗人呢？师傅，师娘，弟子可绝不敢做那无耻下流之事啊！只因徒儿年前在南方的山水之畔，发现了一棵千年的三株树，所以取其精华，才做了这颗骰子，完全是一时兴起啊！切，一时兴起，你现在高兴了是吧？杜比叔，你说你修炼什么不好，你偏偏练出一副骰子来啊！1个月以后会武之时，你往台上一亮相，啪！你嫌你师傅这脸是不是太小啊？我还有脸吗？不易，这毕竟是他喜欢的东西，别去逼他。毕叔，师娘，我和你们师父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你们要像其他各脉师兄弟一样修炼仙剑，可是这法宝毕竟事关重大，你们各自都要小心行事。是师娘。下个月就是我们七脉会武的日子，到时候我们都会去通天峰，大家都要早做准备。这一次可千万不要让我和你们的师父再丢脸了，听到了没有？是。师娘，您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下山啊？当然，你不也是我们大珠峰一脉的弟子吗？反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闲着也是闲着，哼，不用白不用呗。虽然我笨，但是师傅还是愿意带我下山长长见识。啊，到时候就可以见到鲸鱼了，还可以见到齐师兄了，哇！所以今年的规则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师叔，我看大竹峰的师弟们也可以一起。我知道了，我大珠峰要去几个人，就不劳你费心了。不送，那就不打扰师叔清修了。弟子告辞。师妹。齐师兄，前些日子得你赠药，无以为报。我这儿有颗清凉珠，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是佩戴在身上，却有提神之效，全当谢礼。谢谢齐师兄。那我先走了。看你们这一个个不争气的样子，明天都闭关，不修出个样子来，我扒了你们的皮！
扮演的角色在遇见，会不会鲜活的选择前路？是什么套路？眼泪是世界。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呢？明天就是七脉会武了，我们一起加油吧。老七，你这个是什么法宝呀？小凡有法宝了啊？这不那个烧火棍吗？你怎么把厨房的东西带出来了？这就是我的法宝，烧火棍。不会吧？师傅，师娘，娘，师傅您来了。你看看老七那个宝贝啊，整个一烧火棍，还不如我这个。我们走吧。小凡，我带你。走。文敏，你来了。哎，师兄，文敏师姐好。不用理他们啊，师兄。哎，什么时候请喝酒啊？哎呀，什么呀？别闹啊！小凡，哦，哎，静远，你也来了？你怎么来这么晚啊？诸位师弟师妹，掌门真人与各大峰首座有令，凡参加七脉会武大事，上玉清殿说话。走吧。经过，我们过去吧。走吧。齐师兄，好，师妹。我们又见面了。是。
御剑上去啊？这你还不知道吗？凡是我们弟子辈，在通天峰主殿附近是不能御剑凌空而行的。哦，一来是为了表示对掌门的尊重，玉清殿圣殿需要步行而上；二来自青云剑派初始，青叶祖师为了保护此地，曾在这里设下极为厉害的剑阵，名叫诛仙剑阵。但凡有人想从这里闯过去，定会受到诛仙剑阵的诛杀。哦，难怪没有一个人御剑。哎，那个诛仙剑厉害吗？听闻这诛仙剑阵自青云祖师传下之后，到了1000年之前，青叶祖师又大力完善，大败魔教。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咱们青云山上撒野了。哦，好厉害啊！小凡，还记得我们刚来时候的遭遇吗？记得啊，当时淋了我一身的水，这么大一头怪兽，当时把我给吓惨了。我也是，那时候我还以为这世上最大的动物就是咱们草庙村的狗熊。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已经5年了。是啊。哎，小凡，你没带法宝吗？我带了，只是因为我的修为不好，没有办法很好的驱使它。没关系，只要你勤奋练习，早晚都会成功的。这次啊，就当过来见识一下。见识一下？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就一定会输吗？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努力了？我也是可以赢的。师兄啊，我看不宜让弟子们在此久留啊。你先带他们上去，我去看看灵尊是怎么回事。好。刚刚是灵尊对大家的一个测试，考验一下你们的胆量。不过现在没事了，所有参加武士大会的弟子就按照顺序到玉清殿去吧。是。青兄，走吧。走。
掌门真人到。见过掌门师兄。对，所以在抽签的环节也要有所不同。哎，亲戚雪琪，我要是抽到1号，今天就没事了。好了，我们开始抽签吧。
小凡，发什么呆啊？走了，咱们去抽签，走走走。不知道我们抽了多少？也不抽了，是谁？39、34。你们都抽中几号了啊？好了好了，都安静一下。你们谁能告诉我，谁抽到了1号？谁是1号啊？到底谁啊？谁啊？不知道啊。不是啊，我师叔，在我这里。可以呀。走。行啊，小凡，你抽到1号了。是啊，真的是1号。早知道就应该刚刚在谁抽到1号签上打个赌，肯定是个大冷门，通杀。哎，小凡，反正你进入第2轮也没什么用，不如把这个签给我吧。哦，我说小师妹，别胡闹了，行吗？给我吧。傻瓜，我跟你开玩笑的。大家都听好了，既然抽签已经结束了，诸位弟子，一会儿你们到我这儿来，按照抽到的签号报上你们的姓名，我们稍后会有红榜贴出来，这样你们就知道各自的对手是谁了。好，下面请掌门人说话。诸位都是我青云门中年轻一辈的精英，将来青云门中的各脉首座、长老，乃至我这个掌门人的位置，都很有可能由你们这些弟子来担任。当然，想要到达那一步，还需要你们加倍的努力。是。我青云门自青云祖师开派以来，一直都是正道的领袖。如今正道兴盛，邪魔退避，世间安享太平。可是邪魔怪道阴险狠毒，其心不死。近年来又有蠢蠢欲动之势，当此之时，更需要我等持道除奸。而你们，更需要加倍的修心养性，练习功法。只要你们坚强自立，邪魔外道则无戏可成也。谨遵掌门教诲。好了，你们都下去休息吧。明天七脉会武正式开始。是，掌门真人。哦，哎，上次天平湖回去，你师傅没怎么你吧？你还说，差点没让师傅揍死。啊，哈，有缘，有缘，有挨揍缘。我一见你啊，就觉得你和别的师兄弟啊不一样。被揍多了，所以不一样吗？什么话呀？相由心生啊！你不会鼻孔朝天，眼睛长脑袋盖上，瞧不起人啊？
上回去避火天边湖，我也被我爹狠狠地罚了一顿，禁足到今天，憋死我了。哎，据说今天来的时候，灵尊发怒了，风云色变的。我来晚了，没见着，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奇怪了，灵尊这些年就喜欢打盹睡觉。以前我拿灵兽逗他，他连甩都不甩我一眼。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觉得这个被子没咱大竹峰的暖和，一股味儿。赶紧。哟，各位师兄。哟，小凡来晚了。来，把这个位置给我让开，未来七脉会武的冠军来了！得了呗，不行，别闹，我的位置别抢。正凡，想不想睡觉？过来帮忙啊！你看。好，是。二。还不睡？睡觉。为何每次见灵尊都会冲我发怒？能否照亮寂寞？听雨声滴落，看花开几朵，叹昨日怎